爷爷，走，去捡个草绳。好。哎，你们呢？你们都过来。走走。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好了好了，往这边走。哎，哎呦！哎，好了好了。哎，这个好。爷爷，走，我们回家。走。孙子，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肚子饿了。好了好了，马上。